大家平安，出头天。我要小解咱的台语病名，佮有伊的文化意涵。我望大家定定使用，安尼咱的台语病名会当保存落来。咱台湾人对一病号名的根据有外形、色水、感官知觉、疾病发生地，佮有发现者等等。第一个呢是羊形，有人讲猪母颠，华语讲羊癫疯。古早人认为是魔神仔附身，还是神明降罪引起的病，会去问卜、啉符仔水，等互人想着精神病起痟。羊形救紧的时，互人真惊吓。患者会暗砍家己的病，因为惊互人误解做精神病。第二个呢是观音死，有人讲死刑观音，毋过观音死的讲法较理想，因为死刑的发音会互人想着死刑、死刑。咱台湾人对死亡真敏感，伫台语内底和死有关的用语，拢互人看作是禁忌语言。像死的禁忌，是即个数字的发音和死的发音接近，一般人看作是无吉利的数字，平常时尽量避免使用。第三个呢是断骨热，英语是 dengue fever， 日语照英语讲做 dengue。dengue 发音甲天牛接近，华语是登革热。咱台语照日语天牛来讲，汉字读做天狗，是一般人通用的名词。咱台语若照英文 black moon fever， 直接讲做断骨热，是较理想的讲法，因为这是以症状来号名，筋肉和关节疼甲强要断去。以上，欢喜讲台语，幸福无地比。有年人后来暗自说，努力感恩。